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九零後小明頻道，我係明仔。作為一個廣東人，其實我一直都想去做一個欄目，就係用粵語去分享啲奇聞異事，或者講係社會熱點。咁大家當聽故仔又得，當吹水又得，當催眠都得嘅，所以就有咗呢檔欄目，叫做口水多過茶。今期第一期，我哋講下印度。印度喺網上係一個好寬嘅國家，即係大家傾起都覺得好開心嘅，係咪？天也溜比連。但係現實當中，印度一定離唔開一個話題，就係種姓制度。種姓喺梵語當中被稱為華爾納，意思就係顏色或者種。其實一開始係源自於公元前1500年前，白皮膚嘅雅利安人過嚟侵略，打敗咗印度流域嘅土著，黑皮嘅土著。開始係為咗方便去管理以膚色同埋人種去區分，所以其實一開始印度嘅種姓係得兩種嘅，就係白皮嘅雅利安華爾納同埋黑皮嘅土著達薩華爾納。所以你依家可以見到，其實印度你喺網上見到嘅，或者講係出住呢啲寶萊塢電影嘅，你可以見到一啲俊男靚女，其實白皮嘅居多，係咪？同埋佢哋啲五官都有啲歐化嘅，所以就可以其實係源自於嗰個雅利安人嘅。咁隨住社會嘅分化，咁雅利安人內部又分咗三個等級，就逐漸形成咗我哋依家所熟知嘅印度種姓制度，四種種姓制度。第一係首陀羅，唔係，第一係婆羅門，係最高等級嘅。第二剎帝利，第三吠舍，第四首陀羅。哎呀，同佢調轉咗呢。咁陳總台主話齋，你想令一個人服，你可能用拳頭去用打服佢就得啦。但係你想一班人服，並且想讓嗰班人嘅子孫後代都服你，咁你就要用宗教嘅形式去催眠佢。所以喺印度神話裏邊呢，佢哋會將四個種姓去類比着一個神嘅，或者講猿人嘅身體嘅某一個部位。咁最高嘅嘴就係代表婆羅門，然後手就係代表咗剎帝利第二等級，大髀刀仔吉大髀嘅大髀就係代表吠舍，仲有腳板就係代表首陀羅最低等級。咁管理者為咗方便管理，通過神話又好，或者仲去頒布咗個法典嘅，叫做摩羅法典，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之間，大概嗰個時間呢，就明確咁確定咗各等級嘅職業係世襲嘅，並且仲係內分制，即係點講呢？自己有嫁自己有，唔可以跨等級嫁娶嘅。仲有就係如果係高種姓嘅人，如果係低種姓嘅，冒犯咗高種姓嘅，斬首嘅。但係如果高種姓嘅去殺咗一個低種姓嘅人，只需要賠隻雞即係賠個牲畜就玩完噶啦。咁幾千年嚟，呢個種姓制度對印度社會其實係做咗一個好明確嘅分層或者講分工。咁佔4%嘅就係最高級嘅嗰個婆羅門，其實係主要係從事一啲祭祀，或者你可以講理解成神父嘅，高高在上，係咪？佔7%嘅就係第二級剎帝利，你可以理解成係啲做管理者嘅，做政治嘅。咁仲有就係佔20%嘅吠舍，係從事一啲商業啊、農業啊之類呢啲。仲有45%嘅嗰個首陀羅，就係最低等級嘅，從事一啲體力勞動，係咪？擔柴啊、斬水啊，唔係斬柴啊、擔水啊啲咁嘅體力勞動。所以就佢哋係唔可以，即係你冇得翻身嘅。你低嘅永遠變唔成高嘅，高你想變成低都水灰呢，是吧？呢個種姓制度啱啱數學叻嘅，即係數學比較精靈嘅朋友話，點解計埋都唔夠100%嘅？
好啦，即係如果你以為首陀羅已經係最賤，或者講係最慘嘅，其實唔係，仲有15%嘅叫做賤民達利特，佢哋係連人都唔算嘅，就係踩喺腳板底之下嘅泥土裏邊，佢哋係即係慘到咩呢？連個影都唔可以同其他人去接觸到嘅。如果你接觸到，就會認為係不潔啊、污糟邋遢咁啦。咁既然咁慘嘅種姓制度，點解冇人反抗呢？係咪？我諗喺呢度用一個詞叫做奴役。奴役呢個詞，即係奴役唔單止係體力勞動、身體上嘅一種剝削啦，係咪？其實精神上面都係一種奴役嚟嘅，或者講一種枷鎖嚟嘅。高種姓嘅就唔使講啦，係咪？邊個會係嘛？我享受得好好的，點解會反對呢個制度呢？係咪？咁低種姓，只要你唔係最低種姓嘅人，比如講你係第3級嘅吠舍，20%嗰批人就會諗，喺我下面仲有45%嘅首陀羅喎，我唔係最低嘅，係咪？咁喺45%嘅首陀羅就會諗，喺我下面仲有15%嘅嗰個賤民喎，達利特喎，即係呢一種幾千年嚟形成嘅思維，我反抗唔到上面啫，但我可以對下面去保持一種高高在上嘅地位，我仲可以鄙視你，仲可以打你，仲唔使去承擔後果。呢種喺社會地位上獲得嘅，喺別人身上獲得嘅一種超然感，會慢慢咁去侵蝕或者講去奴役人嘅大腦，最終形成咗一個文化。你會發現其實就係從上到下好自然而然咁，呢個種姓制度就形成一種管理。你可以講呢個種姓制度係好慘，係好唔公平嘅，但係對於印度嘅管理者嚟講，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最高效、最有效嘅管理制度。所以你話啲高等級嘅或者講係管理者會反對，有冇可能啊？得利者啊嘛。至於最低級嘅、最慘嘅達利特，冇得傾啦。你拜飲恒河水，拜啲牛，係咪？祈禱下世投胎嘅時候抽個好啲嘅卡，仲實際啦。好嘅，今期就係第一期講印度種姓制度嘅。其實講印度或者講印度種姓制度呢個話題係好大嘅，大到係3嘢講唔晒嘅。有鍾意嘅朋友點關注，我哋下期繼續吹水，拜拜。